人生猶如天氣一樣，睇似可以預料，但係往往卻出乎咗我哋嘅意料之外。就猶如我哋心中所想嘅美好畫面，往往同現實生活有所不同。點解會咁？現在嘅你是否正在面對住焦慮、不安同各種負面情緒問題嘅困擾？悟行命理嘅奧秘，一日實戰課程，內容全面實用，受用一生。課程中嘅知識將令你從負能量嘅枷鎖中激發內在嘅無限潛能，充滿正能量，唔被現今艱辛嘅形勢對心靈造成傷害，令生活過得自在、快樂同充滿力量。你我喺課程中見。